莫雷拉而家喺美國準備參加5月3號舉行嘅肯塔基打比大賽。佢話呢項大賽從來都冇巴西嘅練馬師或者騎師參賽嘅。佢好多謝日本練馬師郭宣行俾呢個機會佢參賽，佢好期待。佢嘅參賽馬匹而家狀態好好，佢好開心。另外呢，有日本記者問過日本騎師對莫雷拉嘅印象係點樣？啲日本騎師就話莫雷拉好 amazing， 好識得去控制馬匹，好識得令到隻馬跑得好，同埋係非常之清楚明白一隻馬喺比賽之前同埋比賽之中嗰個狀態同埋情況係點樣嘅。同埋佢哋覺得呢，莫雷拉好似識得用聲音去控制馬匹咁樣喎，所以呢，佢哋係好欣賞莫雷拉嘅。個日本記者將呢一啲説話講翻俾莫雷拉聽，莫雷拉就梗講 thank you 啦。至於佢係咪識得用聲音去俾指令馬匹呢？佢冇直接回答啊。佢淨係話喺比賽期間呢，佢就會非常之留意隻馬啦，同埋佢亦都會令隻馬focus 喺佢身上，要清清楚楚接收到佢嘅指令喎。另外佢仲話每一個地方嘅馬匹呢，其實都有啲唔同嘅，例如日本馬啦，其他地方嘅馬賽前熱身係好緊要㗎，要積極啲。但係如果係日本馬嘅話呢，賽前嘅熱身太積極，啲馬可能會對騎師喺比賽之中嘅指令反應太大，效果反而唔係好喎。所以如果佢騎日本馬呢，喺比賽嘅時候，首先佢會令隻馬盡量放鬆先，要 relax。記者問佢喺日本客串咗咁耐，係咪好滿意自己嘅成績呢？有咩事係最難忘嘅呢？成績佢當然滿意啦。如果話唔滿意嘅話呢，可能會好多人不滿㗎啦。至於喺日本最難忘嘅事呢，佢竟然係講返佢考日本騎師長駐牌照嘅時候嘅考試噃。佢話嗰日佢盡咗力㗎啦，真係深刻印象喎。嗰次考試有10幾個人考，得1個人合格，嗰個人仲已經係第6次考㗎啦。嗰份卷梗係有咁深時就得咁深啦，陰公。日本記者問佢喺日本佢得閒嘅時候會做乜嘢？佢話通常都會休息下啦，又或者有啲日本小朋友會同佢踢波㗎喎，又會咁嘅。最後個記者問佢仲會唔會去其他地方長住好似日本澳洲甚至任何地方佢都會唔會考慮呢？佢嘅答案就係 never say never。